也今年当流行嘅打工度假，係當到後生人添有無通用文化嘅新選擇，也充滿南島風情嘅 Okinawa， 係當到人去日本打工度假嘅第一選擇。今日，我哋到 Okinawa 米水嘅身體暢通，拜訪一下受到 Okinawa 大海相愛嘅客家妹，聽聽佢哦，當日來去做牌嘅身份，來看一下無通用嘅認識經驗麼？各位觀眾朋友，也係早晨台灣7點啦。做乜按做呢？因為我哋來 Okinawa 一定要做乜呢？一定要來潛水。今日我哋來到一青島啊，就係 Okinawa 最有名嘅潛水嘅地方。我哋拜訪一個朋友，佢講佢係傳說中嘅青島林心如。Hello。你好。Hello。我是板橋黃曉明。黃曉明是嗎？所以我們兩個是好朋友啊。對，我們是同班同學。我們剛好是同班同學的。對啦。今天就要麻煩你要帶我們去潛水。不會。我們剛好現在這麼早，現在魚很多，海很漂亮，能見度超好。一起去青洞看到全世界第一站的那個青洞藍光。它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為什麼叫青洞？它是一個洞窟，洞窟地形會造成外面的陽光自然折射，藍光是自然產生，它不會受潮汐的影響，就是它潮汐漲潮還是可以進洞的。對。發拍太房嘅漁民係桃園太海出世嘅客家妹，原本係做洋上頭路嘅佢，一天暫時離開，到日本去打工度假，因為中意海洋，選擇來到 Okinawa 嘅米水身體帶人來潛面，對人親切又熱情嘅漁民。也嘅開容笑面哦，本人客喊做係青島林心如。夏天的早上還是要穿這個防寒衣哦。對，其實沖繩它四季都蠻適合做潛水的，只是水溫的話，夏天是比較室溫的，大概是23到26之間的溫度。冬天的話呢，大概是17到19度左右，就還蠻恆溫，就對。然後很特別的是青洞這邊啊，3月份到4月份左右，它這邊的海域是看得到座頭鯨的，座頭鯨會來這邊生小孩子。這邊有時候青洞早上早一點的話，有時候會有海龜。靠近青洞這一側，海龜會有，對，像早起的人兒有魚看，就是在說這裡。我聽說人家喊做在賭州比較晚起的海龜。對。好，那我們就走吧。走。等一下要拜訪嘅長通係 Okinawa 中西部辦公度嘅海大佛，係講想去拜訪神秘嘅長通，除咗把啲用系統米水一片以外，還做啲選擇咯，合適多弄嘅前面。見輕鬆唔權，見吃菜全食。落去，聽聽漁民向我下去哦。好，我們出發了。現在我們在這個的海域啊，當地人有說它是一個玻璃海，能見度非常的透明。我們現在在玻璃彈珠裡面。我們現在就是一顆玻璃彈珠。小魚耶，小布拉魚，小布拉魚，對，它就是布拉魚，就是布拉魚。但是要剛好是它那個產卵的季節，所以它現在這個海域啊，非常多這種小布拉魚。而現在我們腳底下那些黑白色的叫做豆娘，這種魚很愛跟人玩，所以它會靠近浮潛員或是靠近潛水員，它會游在它旁邊。一卡就會足夠了，它自己就會游過來。如果吃習慣麵包的話，它會不去吃海底珊瑚礁上面的一些海草啊，或者是藻類。它其實對的是珊瑚礁，珊瑚礁死了就沒有魚了。雖然我哋樹好冇麵包，不過啲長通附近嘅魚群哦，係嘅老人動情嘅。漁民講，一帶魚呢係食珊瑚蛋嘅藻類落地生活。也同時哦，因為天數珊瑚做全食嘅前點，人類為麵包除咗會開魚嚟不平嘅，也咪咪造成一珊瑚無法度透氣就死嘅咧。沙丁咪咪破壞海洋嘅食物鏈。教為一餐咩？準備我入通度來看下天堂來嘅藍光哦。這是青洞的入口，
比我想象中的小。探险的感觉。对啊。因为现在涨潮。哦。所以你这种探险就会。我们现在要来到青洞最神奇的地方，它叫做青洞的蓝光。蓝光在哪里？3、2、1，冲脱！就这里，就这里。对。有没有跟外面的海水不一样？这就是青洞最有名的蓝光。所以这底下没有连下去啊？对，底下因为它地形的关系，它底下是凹进去的，所以它底下是中空的，外面的阳光才遮着。哦。而且青洞这个角度才看得到。我们常常开玩笑说，青洞白天叫青洞，晚上没有光之后叫黑洞，很好笑，很有趣。好，阿翔来，青洞呢最有名的来自天堂的光呢，就是出洞的时候，这个角度出去，然后你可以往底下看那个洞，看。一讲砸沙到通度，穿过海水产生的梦幻涌嘅强蓝色，明日水看到缤纷多彩嘅云圈，甲等水平面嘅海洋，空定嘅本人上唔到嘅景气，难怪当地人会讲，接触过沖縄太海嘅人就会本地分到。下水一转，要当冲本外有得了解，做乜嘅渔民会讲，只搞係输到太海上落嘅。脚很酸，脚很酸，对不对？脚冻酸呢，冻酸哦。唔讲你一日青岛拜下去几多拜？一天要下水4次，4次，最多4次。难怪你那么瘦。有哈，一天吃8餐。我那家下去几多点钟？差不多40分钟。很多小朋友跟着我们下去，一开始在哭，看到那些鱼之后就玩到不想要上水。所以这里海域真的很适合全家大小都来玩。所以你是来那边潜水才爱上冲绳吗？我来冲绳 Working Holiday 之前，我来冲绳玩了3次，但是这3次我1次下水，后面2次是来观光。但是我很喜欢冲绳人的感觉。Okinawa 人很像台湾人，他可能就在餐厅看到你在停车，可能倒车你只有一个人，他就出来帮你那边倒车，倒完车他继续回去继续吃面，非常的热情。所以我当初会想要 Working Holiday 来冲绳，也是因为这样子。冲绳是我选项里面是第1名，一定要来的地方。你讲Working Holiday 就会出叫来冲绳，还是有去日本的其他地方 Working Holiday？有先去长野县的滑雪场。我在那边滑雪，对，跟这边差很多，跟这边差很多，都是一个很冷，一个很热的地方。对，因为这2种其实在台湾都比较少，因为像潜水，因为如果我们上班的话，也不可能常常去潜水，所以也不，然后滑雪也是一样，台湾没有滑雪场，对，所以我都想说选一种对比较不能以前的人生比较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来做这样。以前其实我的工作跟这2个工作完全都没有关系。因为以前在跳嘎也是跨领域，它领域非常广，还很多，还可以玩影视啊，然后可能潜水也有在玩，然后滑雪也有在玩，他很喜欢户外运动。所以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在那个工作，除了影视工作我们常常要出外景，对，也需要一些体力什么的。有时候潜水就变成我们的其中一个训练项目。所以想说，趁着这个 Working Holiday 的机会，一方面是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可能出来扩展一下视野，见外面可能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行业啊，或是一些产业来玩这样子。韩国人说要在行业去潜水，没有接触到懂都没看到客人。跟不同的人聊天，或是不同的人去沟通这样子。前面的影视业的工作其实也帮助我很多，像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前面经历过的事情，其实在我们后面其实都会慢慢的会回馈我们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想法、智慧也好。对啊，我觉得很棒。亚张塞汉一条，我又想直接跳下去。对。去冲啊，第二 Okinawa 冲按你用做 Working Holiday 你多吗？Okinawa 嘛，其实还蛮多台湾人来这边 Working Holiday。像我们店里面中文为主的店，台语也可以。我真的很想跟老板说，客语也可以。对啊，我们很多客语的客人呢，桃园宁啊、新竹啊，很多都会不会说客语？哎呦会说客语。听人讲他家发给到阿公阿婆就倾向哦。倾向哦。你本来就是从小就会讲客语嘛？其实我们家阿公阿嬷他们是客家，但是其实
都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都没有在讲客语。我的客语就是因为我的上一个工作，跟我的潜水工作一样，也是因为上一个工作的累积下来的。因为剪辑剪多了就会有听了，糖也是了，对对对，听久就会了。所以其实我是长大之后才开始接触客家文化，所以觉得很有趣，很有缘。而且后面我的小时候的同学都可能讲台语的比较多，但是我出社会之后，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讲客语的。我们还有那种跟社区要帮社区上课，社区在龙潭也都是讲客家话，公哈嘎发镜头，所以就耳濡目染之下，客语就这样慢慢的累积。做养上投入嘅经历，深圳的玉米到客家嘅缘分，有浓度嘅兴趣体验，要本而累积嘅能量向前行下去。虽然打工度假本人看做係過渡期嘅一種體驗，不過玉米行嘅希望就得親力帶本頭一擺接觸大海嘅人客，對海洋有好印象，變做開啟配人和海洋連接嘅好橋梁。全部就跟兩個同事對啊，其實很多人都有客家血統，像我們的馬來西亞教練，他們也是客家人。湯也是嗎？湯姆斯。小江沒有做。是。不一樣，對不對？因為我是很火。跟台灣來的同事喺那邊哦。這是台灣同事。板橋王陽明是不是？黃曉明。那第一擺讀到，比韓卡服會什麼呀？比你黑，這裡都比你黑，找不到比你白的。所以你們兩個是在滑雪場認識的，才認識在台海。對。就是我們在滑雪場怎麼知道對方有在潛水呢？冬天的時候穿很多衣服，也看不出來你很膚色看不出來，都很白。所以看到你有帶那個表，我有帶那個表，你有在潛水，就是一個暗號就對了。對，所以我們夏天才決定說我們可以一起來沖繩，來這邊潛水，剛好兩個都有在潛水，也喜歡沖繩，剛好就一起來。就過來這邊。大家夏天的計劃都是來沖繩的，好健康，很健康。打工度假除了幫助人深度嘅一段時間。去體驗無共樣嘅生活以外，第二長度要交嘅各體內嘅朋友，無共樣生命故事所啟種下嘅養分，係高長度真珍貴嘅所得。也除了相應嘅海洋，我去那話嘅事業創業，要帶本好塑造嘅玉米，有無共樣嘅生命能量。陳翔，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農場嘅其他地位傳統嘅市場也係蠻大。沒錯，這裡呢就是那霸的市場。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除了喜歡玩水以外，我有跟朋友喜歡做手作這件事情。我是手作的創作者。沖繩是最早美國化的，所以老人也會吃漢堡。結婚很多，但是好像離婚的好像也蠻多的，真的哦。我是手作的創作者，然後我的手作創作者呢，也是從市場開始的。在台灣，我們在跟朋友有創一個市集，叫安港市集。所以我在放假的時候，在我潛水店休假的時候，我很喜歡一個人來市場這邊走走逛逛，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因為其實沖繩這邊的市場，其實它各式各樣。剛剛我們看到有賣歐米亞給的、太古的，然後有一些美軍的一些復古品，對，像這些有書店什麼的，讓我感覺很舒服。像這家店很有特色的是，它不是只有賣一些小雜貨，這些都是老闆他們去找回來的一些比較復古的小物。那全部就會給請來都是他找回來的，收集回來的，有很多種，像那種復古的線軸也都有。像這個鑰匙圈我們可能會把它做成像是項鏈，或者我們把它做成另外一個變形，就是我們會把一些新的可能既有的舊的東西，我們做一些創新，然後變成另外一個東西。像我自己是做耳環，所以我會去收集紐扣，復古的紐扣，然後會把它做成耳環。像這個其實他們就是他們的別針。但其實你看有些東西，他們其實是那種可能美軍基地出來的東西，他其實都會把它收起來。那邊文化真的很多元的對啊，沖繩的美軍的、日本的、台灣的、中國大陸，沖繩其實很多元化。跟你像我剛剛講嘅龍潭的龍潭係嘛？講緊安港市集是。它是多久舉辦一次？阿亞很有那個市集其實我們沒有，不是每個月有，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幾個年輕人，我們沒有幾職，我們就是
一些对地方比较有热情、比较有想法的年轻人，我们想说，我们既然龙潭这么有客家的特色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市集是可能代表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是从年轻人开始，但是我们也结合很多旧的东西，像我们结合市场的文化，因为龙潭有一些老市场什么的，所以我们也是像这一届我们的市集是从市场开始，我们要在市场里面摆年轻人的手创小物的一个摊位。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冲绳，但是我的心在龙潭。对，所以我也希望我把这些就是我在冲绳看到的一些灵感、所见所闻，包括他们可能市场里面的一些文化啊，这种店的布置啊，或是一些风格，跟我的龙潭的伙伴可以分享，或者是我在回台湾的时候带回去台湾。玉米底下一年嘅打工度假，其實咯，你差唔多嘅。不過，加上就像佢講嘅，頭擺人生嘅累積，就啲亞時間寫下嘅美好嘅篇章。也團表上嘅歲月，每半人生嘅下一階段補足嘅勇氣，流無窮樣嘅想象。祝福玉米，相信唔下一集玩無窮樣嘅人生會更加精彩哦。接下來，我哋到Okinawa嘅莆田地區。繼續來拜訪鄉親哦 ，Peter 哥，嗨，我阿祥哥，那以前有來過琉球啦，唔過我冇來過鴉片。這個地方是琉球的哪裡？也係宜野灣的普天間，普天滿宮。普天滿宮哈，那看起來咩隻古蹟哦，沖繩的這個8大神社之一啦。8大神社之一，大約有400多年了。400多年。對。哦，古時候富鄉人過而家就會來呀拜拜。對，帶你去拜一拜一下。好啊，然後再走過去。好，我給你做一下。我一塊嘅小籠包，一生日嘅小籠包。好，先留嚟先。好。今日要拜訪嘅鄉親 Peter 哥係花蓮玉里來嘅客家人。2009年因為到北京學漢語，留日本搬到來嘅伴娘認識咧。結婚過後就聽聽伴娘鄉下搬來Okinawa。行家對蔡先生也係變做係蔡太廚，喺莆田萬宮附近開嘅中華料理店。等下就到店地度來看一下也嘅好生意哦。Peter 哥，嗨，人家店地度吼，當到台灣帶過來嘅東西吼，很有台灣風味呢。蓮花嘅東西吼，看也個片尾有，迄個花蓮的諧音哎呦。是，那個是攝影的作品，我爸爸喜歡照相，我給他要的。跟人家個店名做嘛很多花蓮哦，跟做嘛唔係玉里。玉里的發音在日本感覺上沒那麼可愛的感覺，所以玉里的發音叫Tamasato。Tamasato，花蓮的花蓮叫卡蓮，比較好記哦。對，跟你們算是一種文化交流啦。可以這樣子說吧，因為他們這邊很多老一輩的也都有待過台灣，對啊，也是蠻多有去過花蓮這樣子。因為宣傳台灣，但你硬講法會炒動嗎？唔會，好可愛哦！你搞來做好嗎？好啊。要線要包幾多？我們也沒有稱啊，就是說這樣子，大概這樣子，差不多這樣子的感覺。好，差不多。差不多有。它是一個這樣推捏，對，推捏，對，推。其實很困難啊，包段。老師，請你救我一下，我這個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推。拉捏的一個這個動作，要延展性濃厚哦，安尼就唔會破掉哦。咁你一年會包幾多張？假日大概300多個左右。300多個？你本來就會做設計？沒。更用會包呢？本來我在台灣呢，我是藥師啦，然後因為在這邊呢，要這個重新考他們的執照，我也覺得說，因為語言那時候也不會日語，覺得應該是蠻困難的吧，所以想說，哎，剛好我老婆也喜歡吃小籠包，那我也對這個料理也是有興趣，就想說，那試試看，這樣子。剛開始總是沒有知名度嘛，客人也不曉得說好不好吃，所以我們也是說用心做啦。然後因為現在你也知道，客人就給你一次機會了，不好吃就不會再來了。大部分就係日本人咯。
对，没观光客。不是观光客，因为不是观光地区嘛，没有附近没有什么观光地区，主要还是做当地人。佢就一天有嘅东西好食。对，一定要有回头客，对不然撑不下去。甘地度卖的东西，英国就会很几个好吃的东西。对，干面的话就是玉里面很有名嘛，我妈妈也会做，她也是做的也是很香，所以就常常看，然后不懂的再去请教她一下，就变成很像比较接近我妈的味道。透过见吃来见学，Peter 哥除了演出来本洋青甲伊的小笼包，另外一种要重现的亚美的美食，还用其所学到的用汉语来用一菜，利用头摆嘅专长，对自家嘅传统加添的特色，认真有色彩嘅态度，每本 Peter 哥嘅传统已有名咧。实体的 Peter 哥嘅好数年後，大部天嗰一邊了，天頂記還有一個本洋cookie。強海來認識莆田地區哦。那边看得到董董哦，看到董燕呢。来这边就是想给你介绍一下莆田间美军的那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因为安群哦，离我们这里这么近。对啊，它旁边就是一个住宅区，然后旁边有小学、神社。这样应该很危险吧？很危险。十几年前，那个大水里面有一台直升机掉下来啊。真紧懂危险的哦，安尼，个飞机要降落啊，就一定要经过呀，它个黑的地方，个上那栋太上哦。是，噪音也很大，对。有时候他们练习到比较晚的时候，电视的声音都听不到，这样子。个冲大嫂也是冲绳当地人吗？我不是，不是哦，你是后来搬过来，这边生活也很多年了嘛，哦。我快要20年了。快要20年了。那像这个基地哦，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美国人住在这附近啊，有没有对这边整个地区还是对居民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美国人都在冲绳嘛，所以冲绳是最早美国化的，所以老人也会吃汉堡什么的。哦，然后冲绳的房子都是那样子。是方形的，水泥的这样，水泥的都是学美国的。可以从有按斗米跟有黑利亚，可能饮食啊、文化啊都不一样，都有被影响。那应该没有懂得美国大兵，为地亚交朋友，为地亚结婚。有啊，结婚很多，但是好像离婚的好像也蛮多的，真的哦，也被美国影响，离婚率也变高，是因为这样子吗？离婚率变高是因为这样吗？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冲绳是好像全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县。都是的。冲绳比较像台湾人啊，比较乐观，然后这样出去再回来也没有很丢脸的感觉。家人也接受，领导的话比较难。乐观啊，然后也不会，就是说碰到什么困难，反正就是总是会有办法的啦，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在沖縄從頭會看到美軍隊員，底下有10%嘅土地係美軍用地，住建人數係佔嘅人口嘅2%。雖然美軍嘅存留有一個爭議，三面為淳樸嘅沖縄帶來無共樣嘅文化交融，國際化嘅發牌樣貌，讓沖縄人樂觀嘅島國性格，沒想到嘅對本島來嘅cookie變做係真實嘅沖縄人了。要給點東島人呢，東有名的哈。這下地都會生嘛，這裡面是吃什麼的？是沖繩傳統的麵。沖繩傳統的。soba。它這個房子也是傳統的建築嗎？對，古民家移過來的老房子，然後把它的材料拆下來，然後在這裡重新把它蓋起來。哎，很特別。還有一個這個沖繩麵。哦，那我們趕快進去吧。好。这就是传说中的冲绳面。对。冇咁簡單啊！
很多都是在反拍啊，节奏会慢慢的吃进你的身体里面，对，你就会跳舞了。点的是不一样，对不对？对，排骨面这是排骨的，五花肉，就那空用的，空用来吃吃看。好，怎么没有汤匙呢？他们都习惯这样端起来。真的哈，对，好。那高汤鱼去熬的吧？对，柴鱼，柴鱼、煎鱼呀，煎鱼，先吃原味的。就好像蓝海町一本是都跟荞麦面不一样，它面条好像不太一样哎。跟在中间日本，说吧，叫说吧，可是没有用荞麦，那它用面粉啊。这个是用面粉做的，对，面粉做的。吃起来跟台湾的面是比较相近的，因为是用面粉做的。对，可是它又没有台湾那种QQ 的口感。 QQ 的感觉比较没有。来吃吃看它的肉。看看。啊，吃后就懂，就那腿板色的呀，通用啊，对，用手拼，还有这个排骨也是，你用威迪亚哦。朋友带我来吃，环境不错啊。他带我来吃，我很怀疑，我说怎么这样子的路会有电吗？然后我跟他来，跟他心情通用一样。哎，一下又一耐了，怎么这个路越走越小，越走越小。对啊，越走越行业是一条。嗯，那你的中文怎么会讲这么好？我在台北学过中文。哦，你是在台北学的中文？2年。喜欢台湾吗？喜欢啊。喜欢去台湾哪边？逛夜市啊。第一名。很多好吃的东西。人也亲切啊，比较像中神啊。有见过他的家人，可以用日文沟通吗？我的外公。他的外公会讲日文。对，我们每次回去他。讲很多日文，怀念那时候小时候的事情哦，都跟你讲很多的，因为他平常没有机会讲啊，对啊，我弟会讲啊。你们2个是在北京认识的吗？对，在北京认识。对，因为他是在这个学医的嘛，然后他觉得中医很好，想要推广这个中医，所以去北京。这个留学进修啦，然后那我也是北京留学，所以你们是同一个老师。对。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第一眼，我觉得他不像日本人，用外公哦。我比较像蒙古的。蒙古人。他本来想要利用一个假期跟朋友去西藏玩啦。然后我也想跟啊，后来去玩了以后就比较了解这样子，对，然后才慢慢有好感吗？应该有感觉，有感觉了哦，作战成功就对了。对，高招厉害。那像你们都不是全部就你们用啥就没留 Q 年来，你们上公共或者日本不是想说要去日本，也没有想说是在台湾，而是来到冲绳。主要他也是喜欢这里的环境吧，因为他有想过说这边步调不像日本本岛那么快啦，在这边的话就好像跟台湾比较像一样的，自在一点。虽然对大部分嘅日本本岛人来讲，Okinawa係觀光度假嘅勝地，不過同時咪係自然悠閒嘅離島偏鄉，也藍藍嘅大海。人老人之間濃濃嘅人情味，上到嘅學兒嘅空氣，本日一天來到亞洲以上。彼得哥一開始啲也無錢無錢，到一下因為佢傳堂，被認識到當到台灣來嘅好朋友。这个就是嫁过来的台湾朋友。你好，你好，我叫阿翔。阿翔你好。你好。我嫁来这边，然后这个是我老公秀。秀你好。这个是吉他手 Yui。你好。 Kike。你好，你好。那他们是卡金巴乐团。
哎，那你怎么会跟 Peter 认识？我本来是署名的贝斯手，那就是那时候我们过来做两边的原住民乐团的文化交流，音乐文化交流。对对对，然后我就认识了卡钦巴。他们来表演的时候，刚好他的那个日语老师跟他们的卡钦巴团员是朋友，然后他的日语老师也是我以前的日语老师。对，那你很常来这边吗？对，阿里比较常，还是你比较常？对，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一次，吃他的小笼包，解我的乡愁啊。原来是这样。那像这样子啊，就是你来这边，你是因为音乐的环境过来这里？对，我好喜欢这边的音乐人，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好厉害，就是一个人可以做好多件事情。不同的乐器，会对，不同的乐器会唱歌，可以和声，可以跳舞。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不要那么局限，只有在一个乐器。我就问说，这边有没有语言学校可以来这样子，所以就来了。我们通常来冲绳，就像我印象中啊，就会去听到这种冲绳的传统的音乐啊。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说这个音乐要跟拉丁乐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个团已经创团，明年就是20年了。那就是团长当初在一个美军俱乐部里面看到了有从古巴那边过来的乐手，弹了非常道地的拉丁音乐，但是他不忘自己冲绳的身份，所以他将冲绳音乐跟拉丁结合，所以这也是用在台湾也是一样，就是说客家的拉丁乐。唐老师的音乐，对，或者是说我接下来我自己也很想做，然后请卡钦巴乐团帮忙的，就是台语的拉丁乐，然后包括对小孩子的教学。那我今天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来小小的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拉丁音乐。真的吗？可是我一项乐器都不会哦，有没有最简单的？身为将军医生员嘅卡钦巴，10幾擺到古巴學習拉丁樂，當技巧嘅老熱情嘅拉丁節奏，並入嘅Okinawa民謠嘅音樂度，同時行家上網啲當地來推廣拉丁樂。冇咁簡單啊！很多都是在反拍啊，還是有一點難啊，還是有點難。節奏會慢慢的吃進你的身體裡面，對，你就會跳舞，對，你會跟着他，對，跟着他那個 wave 起來。可是我覺得最特別的應該還是沖繩三線，這個有簡單的教法可以。哦，好。但是他們厲害的古典人就是可以粘在這個腰間上，然後就是這樣可以四處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我們沒有那麼厲害，我們就先讓他，我們是小朋友，可以放在這裡。好，他們是比較多單音，他們比較沒有和弦，就是2個聲音以上的概念。對，所以就先撥一條，就是一個音。好，所以我從上面開始嘛。對，一條就好。然後下面哆，對。哦，這樣就基本的空弦就會3個音了。這樣我會了。哆、瑞、咪、發、嗦、拉、西、哆。老師不好意思，我把學費退給你好了。我很抱歉。你教了我好多的指法，而且對，我手指頭要怎麼壓？你剛剛沒有跟我講。好。大概往下，因為這個很難的原因是因為你看它沒有任何的琴格。對啊，我怎麼知道我要移多少？所以初學者都會在這邊貼貼紙，這樣我們就，而且是漢字貼紙。哦，好難的日文怎麼說？難しい。難しいね。但是皆さんちっちゃい時できます。少しやりました。朝どうやるんだ皆さん？啊，本当？他说我现在要教你这首歌，也不见得每一个人会弹。我觉得还是把这个先还给你好，你会嘛，对不对？是，但是我已经觉得他们很普及了，现在人都几乎去上班了，所以这样的东西就渐渐不见。但冲绳它就是一个岛，所以它就保留的非常完整，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对我来说，2、3个人就有一个很会弹，是已经很厉害。对。做地講喺 Okinawa 推廣樂器嘅三線琴，也嘅結構留原則，留日本本島嘅三面線琴有大嘅差別。用沙皮做成嘅三線琴，也嘅聲延韻深穩，溫暖又有感情。從台灣就用嚟放 Okinawa 嘅民謠。對於台灣嚟嘅阿里，
每次留台灣嘅民謠，留Okinawa嘅音樂做完美嘅結合。ほいやんほいやないえやんほいやないよいおはいやないえやないよいほいや就是刚刚在那边听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音乐无国界。纳鲁湾的那一首啊纳鲁湾对你有教他这个语言嘛？对不对？有。へいやゆあゆあはいが聞いた時になんだろうと思ったんです。ドキッとしたんですよ。新しいようすごい衝撃だったんです。好像似曾相识。このメロディーとその歌詞の。可能原住民音乐都会有这个力量哦，因为其实我们也听不懂那个原住民话里面的意思。可是如果你跟着吟唱的话，你身体就会有自然那个原始的感觉共鸣。那你学那个中间那一段冲绳的摇篮曲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感觉吗？还是有什么？是，而且有背负使命，就是我必须要唱的比冲绳人更发音更准确，或者是说要想要更有表达那个妈妈抱小孩在襁褓里的感觉。其实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啊，感觉它很有力量。当那个音乐的那个音符这样一流泻出去的时候，就觉得音乐是非常有力量，而且看到你们一群非常有理想的音乐人在这里坚持着。但是我们其实表演不只是在这个小店，就是卡金巴乐团呢，其实已经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都是在全部的冲绳各地方的小学或国中、高中教他们拉丁音乐的基本，从表演跟玩乐之中去教小朋友。他们冲绳人的个性真的不是为了钱。当他们去巡演的时候，有一些小学校是非常小的岛，它几乎像无人岛那样。那整个学校可能1、2、3、4、5、6年级加起来就有2个学生，可是他们还是很坚持的表演。就这样1年有3个月都是在持续这样的训练。不晓得他们可能看到你们的乐器，对、可能也会非常的兴奋。看，对，然后他们跟你们玩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是很有希望。看到小朋友真的，然后而且我们不知道小孩他将来是无限可能。你可能现在种下一个种子，他长大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瑞奇马丁之类的。对。想要留音乐嘅美好，分享分行较大嘅声音嘅，用纯真又简单嘅想法。支持嘅樂團10年來，自發性到離島推廣音樂教育嘅行通。我想，Okinawa會本以喊做係民謠之島，唔單止因為老祖公留下來算就算唔強嘅傳統，更加因為當地人對自家文化嘅認同，然後太放同樂嘅民族性，將做得本歌謠，然後音樂做得更傳唱下去。離開阿里，暗晡頭就要停到皮條亮廣場。向下落去看嘅青剃頭嘅 ASA 演出了。董仲有表演那回事哎哈。对，阿尚，我们带你来看冲绳传统的太鼓舞，叫 ASA。太鼓舞哦，还要跳舞哦。对，大概有100年左右的历史。哦。现在观光客比较多了，可是还是比较安静。我很喜欢这附近的风景。原来是那个中元节最后一天，送祖先回去的时候，送祖先回去跳的一个舞。所以日本也有中元节。对，冲绳呢，它是过农历的，跟台湾一样。那今天像这边是不同的学校的吗？不同的各地区有青年会，
他们有一个地方有特色的那个他们自己的太鼓舞啊。冲绳市的这个太鼓舞 A 莎是最有名的。他们脸上为什么会画那个白白的？是一个角色吗？比较冲的啦，女样子化妆的话比较显眼，哦，比较吸引人。是就像小丑的角色，那个衣服也每一个地区不一样。那这个歌是固定的吗？每一个队伍都是固定的？每一个那个青年会不一样的歌，可以选自己。还是中神传统的歌。结合太鼓、束舞、三线琴嘅 Okinawa Asa， 元旦哦，係求了總演節，送阿公婆離開，祈求家庭平安，又繁榮嘅名聲。一下沙邊做嘅一天，Okinawa 輕生態嘅發通，除咗咯，全到3億嘅太鼓祭典以外，一天 Okinawa 各地，很耐就做得看到太太細細嘅太鼓舞演出咯。他也有學這個嗎？也有學這個太鼓舞嗎？あなたもタイでやってたんですか？エーサータイで。はい。今もやっていて、僕は三味線の方ですね。那他知道這個在琉球跟其他地方太鼓有什麼不一樣嗎？まあ両手にバチを持って叩くのが和太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沖縄の太鼓は片手に太鼓を持って片手でバチを持って叩く。この違いがありますかね。那像这些小朋友啊，他们之前都是有先学过音乐吗？还是有学过舞蹈？全てがもうほとんど経験がなくて、経験がない人が入って、そういう先輩たちが一から丁寧に教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流れですね。你为什么会想要学这个？沖縄の伝統だから。冲绳的小朋友都会想要学这个传统吗？みんなに知ってもらいたい。家族も昔はやってたんですか？やってました。他们我年轻的时候会跳舞。哦，也是一种传承就是了，好厉害，一级棒，一级棒。上動量嘅太鼓延續十足嘅舞蹈，第一天嘅夜間，無論係羅頓大社，大家鄉下聽聽傳統嘅音樂，搖動身體，也咪本嚟了解到有獅子幫、歌之島嘅 Okinawa， 100年來慶陽係透過祭典和歌舞，相互牽揚情感，傳承自家嘅文化。喺太鼓上中，透過係延續能力嘅一樣。聽講一大早，Peter 兩公婆就會帶 NA 哦，也到千甲伊嘅約會景點哦。亞非真言動書送哦，亞非很多馬改名，北赖。那這邊都是像這樣按的中懂都按的書誒，係嗎？這邊離海邊比較近嘛。防風林，是傳統的房子，傳統的老房子，這個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歷史。一般的老房子會有那個屏風嘛，但是它是種一個樹字，不然的話，按你出家就看到也冇個地圖。你開始係唔帶大嫂來，也係 Cookie 帶人來。是因為我以前在這附近工作嘛，然後同事就這裡帶我來看看。哦，那個時候還沒開放，都沒有觀光客。因為這裡都是老人啊，他們希望年輕人回來在這裡工作吧。現在民宿也好幾家，然後餐廳也多了，賣土產面子的店也很多。現在觀光客比較多了，是還是比較安靜。我很喜歡這附近的風景。很多這樣的地方啊，因為人少，然後還沒有開發，就會變得很舒服。這邊東東也得搞哦，那邊是那個水族館那邊的海灘，對，海灘，所以比較白。你用啥？全部就沒琉球人。一起來到這邊的時候啊，剛開始的時候會覺得很辛苦嗎？很習慣，住這裡，所以沒有很辛苦。沒有很辛苦，他比較辛苦，好像有點疑惑。我剛開始當然比較辛苦啦，我比較辛苦，因為語言不通嘛，語言不通，主要是語言不通，然後這邊也沒有什麼朋友，不是沒有什麼沒有朋友嘛，就是什麼都沒有就過來這樣子。像剛開始的時候。不是比較辛苦啊，就是也是自己摸索這樣子，然後從選店，然後自己漆油漆，然後自己整理，也認識了蠻多朋友啦。因為這個店這樣子，從沒有朋友到有朋友，沖繩的這個台灣的鄉親，知道有這個店以後，偶爾來吃，覺得說哇，吃到台灣的味道，是很高興這樣子。我們也覺得說好像很有成就感啊，這樣子。太太個性也比較像台灣人。
跟你相处应该对啊，没有很多人没有距离。我也觉得他比较像台湾人，他有些时候他会说你很龟毛呢。说你？对呀、我说你才龟毛了，还说我龟毛。他那时候跟你说好，那我们就到琉球去的时候，你的感觉跟你的想法是怎样？是怎么样？很感动啊，很高兴啊，高兴。然后，想办法要叫他喜欢上冲绳，让他喜欢上冲绳。他们人其实蛮亲切的，还好因为这样没有压力那么大。而且他说他要想办法，想办法不能爱上亚比。所以我说被骗来的、那一开始是觉得被骗来，那现在就觉得爱上他哪里？现在就是这样，我是这样想啦，反正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这样。有没有很感动？很感动。再掉2滴眼泪来看看。谢谢，谢谢老公。对于北京到Okinawa，雖然要面對從頭來學嘅語言和人生，不過創業嘅過程地都兩三人強下鼓勵、強下學習，用微笑灑色彩嘅愛，舒服兩三人相處一生嘅約定。啲充滿活力嘅熱天Okinawa，來看到Peter兩公婆行到哪就認真打拼到哪嘅樂觀態度，將Okinawa嘅海風悠悠嘅彩燈灑充滿熱情。囡仔伊困，一暝大一寸；囡仔伊笑，一暝大一笑。一点亲骨照，愈看愈心涩。你是又伊困，天光予来烧。